高 S 节发生很离谱的事情。那个是只摸灌温啊，这个视察最该送起来用哈，送起来个，个什么意思？个送起来就扁他了。如果那天，如果有那一天，这个是我的专辑的封面，叫穿着西装上太空，上下工，不好意思，我讲错，上下工。上班下班，你的专辑名字。上班下班，上下工。对，我刚刚突然想，你刚刚突然去了外太空，是不是？去外太空。老年大擂台，老年共下來。大家好啊，彭哥哈。大家好。哎呀哈，又來到我哋流行歌曲組嘅波比正8歲，目前的 V 面在醫館的自訪。好的，哇，他的左腳亮。對對，都有自訪，因為做到。冇富二代冇 Q 用嘞。沒沒，那啲都本演唔出來了。哦，真的哦。對啊。人模人樣啊，不會啊，很適合他。哦，這還不錯，今天蠻帥的。係啊。好啦，今天咩位咧是呢沉水朋友啦，係啊，羅別夏先生。但是介紹佢之前，我哋介紹下呢評審先生哦，嚟。歡迎，請嘉賓先生，請思飛先生，姚小琪先生，宋飛先生。好嘞，有請 TV 沉水朋友。TV 係來自桃園用梅，羅別夏帶來有限來了。嚟談下啦。风相贴，友情永远不变。伴随千山莫论天，朋友永远留恋。友情情可贵，三分。来要相会，出彩清茶无所谓，情感依旧手相对。一杯有限来了，友情永远长相随。清茶无所谓，情感依旧手相对。几杯有限来了，友情永远长相随。哎呀，別下字吼，別下字吼，祝你好。啊，羅鳳賢啊，係啊，係羅鳳賢。係啊，羅富都依啲開啦，係啦，要講啊，身材又好，什麼？其實係哈，衝得又不差，不差。之前有來過哈，來過100，來過100啊，哈。條一個冇買英雄呢？英雄冇一層呢，係啊，年人誒，年人哦，年人係冇英雄哦。蠻多眼年紀。但
每次都推给那个年纪大的。真的。你知道54郎生那有人，54郎生的基锤都清好啊，系冇？哎呀对，系几亮的，几陕西的，哎呦，全部啊，全部啊，平生欣赏。哇塞，你看你一枪打到多少鸟？对，就是要德高望重才能做到那边去，对不对？两摆有他冇按紧张冇？听一摆来咧吼。你上面没流亡狗叫做吗？嘿，流亡狗。还是从100日兵打退了。嘿，你下练像个磨伤，加磨伤，从一规个嘢咧。从因讲练习嘅关系，练都磨伤吗？唔系练，我讲做练过诶。去冲，有人很爱冲，啊就去冲。去表演那样系啊。冲都磨伤，轮面水就转去咧。用嘢冲规个嘢，前个月好来溜安尼。你看神灵用暗号，冲规个嘢。唔系嘅。啊，都公所上班啊，李总你就会嫌你哋。我嫌伊表演本他个糖啊，系，今仔有颁发动嘅法，做嫌本，你客家机会，本你创客家讲啊就去。今仔伊创有我本安尼查马飞冇？头两年挨魔术，后来李总竟然就讲做唔得个魔术，因为我讲我上班，我重复他嘅。咩，你推广客家讲没有赚钱，因为我有上班，我有钱啊，没用两。我们太市侩了，没有钱我不会去唱哎。真的。没有钱免谈。冇啦，开埋发通啦，开埋发通啦。你就係我要出街要工作啊，嘅呢種嘅。很有客家心呢。對，有心，對，吞盡力下。是夢。吞拜下拜。好啦，按總體嚟唐先生嚟講片。嚟請這位先生。好，皮亞姐姐，大朋友按你按用心按好嘅歌聲吼，客家歌將做傳下去啊。我當番有看到你，家己啲後台時間幾耐，我看到佢哦，我們四目交接時間，我就記得佢，因為。他真的說到做到，我記得去年最尾拜，幾拜來，唔必打鐵時，我講一天都到進來，真見進來嚇。鼓勵哦，係，我直接講吼，因為唱歌嘅人啲台上唱歌嘅時間，佢個性會決定你啲唱歌嘅時間本體家嘅氣氛也好，感情也好，我只能做當好。送埋來去年來可能特緊張，今年來我呢隻舞台關咧，還有我有件事一定要講。大線數都係強樣，託歌喺度重樣。唔見咩託歌曲，老人去年託歌曲完全冇強樣。呢個歌曲出嚟一開始講嘅，同適合人嘅歌聲，因為你都得接笑面嘅講法輕鬆啊。呢首歌曲有限來了，我就想講啊，我真係有限，我顯也冇卡了，嘅感覺唱出來。你喺好嘅素材，他注意可能緊張嘅關係，有啲梅艷。嚴準都冇嘛準，我這個注意到嘅可能唱得到嘅，有陣時戲冇嘛足。梅艷咩時間唱最尾一句嘅梅艷，你自己都注意到嘅，按樣嘅歌型，後背梅就他唱嘅話，唔可能梅艷嚟他唱一絲絲嘅唔怕，好，也戲要足。還有呢首歌曲可能大言嘅部分他多唱天機萍水相逢，好，嘅可能天機嫌他大。你冇乜個詞先，一個冇唱出嚟話，我就聽唔到你唱乜嘅，你要注意嗬。還有其他出去講哦，像有一啲撲嘅情感 EQ 小相對，撲嘅像呢種歌型嗬，而家撲嘅再注意哦，做唔定啊，像唱情歌安尼念嚟唱，愛彈出嚟彈，愛唱出嚟唱，我相信一定有啲能力，希望就留下來。好，對，之前有人唱啲很多，啲我不唱就少自己方式唱，所以經驗來講當多，但是唱歌嘅人注意嘅部分，我倒來也唐先生用嚟講，哎呀，吸收嘢就會很好。我繼續做下醫就做得。對啊，看一下佢嘅分數喎，要啱啱做下醫冇？看一下羅比下嘅分數。嚟。會做對咯。呢個本書我留下來幾率一個哈。係啊，好像目前看過去應該只有一個人有壓力吧。你說心如嗎？我冇講。哎，人家屏東之花嘞，開玩笑。我們課台長官，做唔得。哦，好啦，哦，加油啊，加油！可以給你嘛，哈。好啦，沙來。好，沙來，總選二帶來一把春風。好嘞，我啦。
大哥好，金马姐好。创业后了。长官有压力是吗？紧张，对啊，紧张哦，唔係啊，我糖迄個一酸呢，又好糖，係啊，俺今日上年糖迄個當甜，衝到氣氛呢個誒，係啊，從食到呢，啉到當好啉的東西啊，甜啊，可能平常時有吃到清好吃的東西，係嗎？有冇？聽說你負責外景節目飲食的部分，係嗎？錯，因為最近如喺出外景，然後因為。迄個天擺出按太規模的外景，客家天使台新的節目帶下廣告。對，愛啲個節目。迄戲劇呀，迄綜藝節目呀。綜藝節目。然後廚師的迫降，跨國合作。冇唔錯，我哋如係同韓國嘅製作團隊團隊向下來合約嘅節目。跟你附近嘛個是。因為我要把如係附近如係工作人員的參與，然後因為整個團隊唔關係我哋台灣。這個客家天使台嘅人，無論係韓國嘅人，總共有60個，60個我哋對，我哋在韓國嘅片嗎？喺台灣，我哋睇沒有呢個3萬，3萬對個小小的村莊，然後但是我們有60個人要吃飯，所以我如頭拿東通，因為我們潘總。潘總，你請外燴係嗎？對，我請外燴。人多到要潘總啊你。我收客家天使台，咱可以在節目有冇安好？吃到1上票。所以他製作人啊，強調製作人有冇潘總？係啊，有冇潘總？因為我哋有韓國嘅製作團隊，所以香港不一定體驗一下台灣潘總嘅感覺，所以真見路家人家沒有空間，潘總睇下強下來吃到1神7吧。就很太除了駐外燴。外燴師傅來煮完有潘總這也算是一種國家文化的交流。對啊，哎呦，這很棒，很棒，很棒。那你難怪有吃到好吃嘞。對，那你這樣叫了幾天的這個便當？叫了幾天？大概4、5天。4、5天。啊，明年弄個項目，強的東西不太敢生。那你這樣賺了多少錢？沒有開玩笑啦，冇睇佢都識懂吼，錢冇提個嘢，冇提個嘢。哦，好啦。我想現在以前那種執行製作哦，他們在叫便當就是很自式，啊就叫來就啊便當就便當或者什麼的。現在的執行製作都非常的 nice， 然後他會問每一個人，哎你喜歡吃麵食，還是喜歡吃飯類，還是喜歡什麼？他就會。各種不同的這個形態都會幫你叫好。你聽外燴，我係滿足大家嘅需求安尼。唔會講一項東西就很實際啦。對啦，係啊，放片咗啦，放片咗。好，來從頭來談。搶視頻先生。哦，顯然，好壯觀吼。OK，剛下這位先生講到，頭一首歌要符合自家個性啊，知道沒有做到一點吼。今比唱一首歌曲100春風，每首一首歌曲我是應該講幾個歌曲當適合唔來唱來唱吼，所以今比用一種當輕鬆的方式來唱，我知道尤其係人嘅上線達到每一季愛出來嘅旋律，所以我睇唱嘅時間其實係當享受嘅，就像個羅哥講嘅，你的聲音有點甘甘甜甜的，就是很甜。唔講係記嘅來，因為歌曲嘅歌詞唔係迄度，唔過呢講喺表現呢，我唱喜歡嘅係哪記呢？就係需要被跳舞放起來，佢特別我知道，就幫我有一種有達到我自家心頭嘅感覺。好，這是非常好的。不過呢，喺講一本嘛係建議嘅話，就係你的學生氣息非常的重，就是唱藝術歌曲沒有什麼問題。不過呢，因為藝術歌曲嘅它的起伏並不是很大，所以你是一個創造故事者。所以這個創造故事就必須要給人家有一個畫面，而本人有那種畫面的感覺。所以一個畫面的感覺，可能去甲呢度唱藝術歌曲當緊張。所以你不敢表現出你的肢體，還有你不敢放出你的眼神的那種，給人家想要從你眼神裡面去找故事的感覺，這比較可惜。講他色彩好，就因為很寬表演的方式、唱歌的方式，我們可能還是會去注意到，除了去個歌聲之外，可能你喺表現的整體上面，你喺講有搭配度嘅話，唐藝術歌曲呢就唱
谈到一个同站队的像陈绮贞啊，也是简谈雅安的故事来谈过的，个感觉就是完全是听故事那种感觉，是非常棒的。所以我当希望也够上，还是谁？哎呦，厉害啊！来看一下人嘅分数啊！看一下庄筠怡嘅分数。好，係咯。 92.5，哎呦，安尼落比下子留下來咧，留下來，走啲 ，OK 哈。衝到人好用到92.5年，沒有適量 V 都清後啊。兩位先，好，對，好，再邊當我查，謝謝哈。誒，下來殺下來，殺落去古秋田帶來田強，嚟等㗎啦。 心有時不同，愛的心係唔係？唔會再歡喜，唔會再傷悲，唔會再明顯。高興愛高興，愛會有勇氣，將頭擺嘅。 再看一遍，嘅笑容悄悄，天邊嘅一條天橋，愛讓走得天邊睇，嘅眼中愛講千百種。 安靜世界，愛總會相依，留下嘅回高興愛高興，愛會有。 徐梦先生，各位听众先生好，杨伟竹先生好，不倒哦，暗江的歌诶，天强诶，哎呦，披下暗優秀的小妹，有氣質的小妹，小妹，這話好中聽，對啊，阿婆啦，對呀，做阿婆誒，不，有時候每一天要說一點好話，哦，日行一善這樣子，口說好話，對呀，做好事，做好事，說好話，扶老太太過馬路，安用，來，天上就多一顆星星。冇啦，秋田雞唔會啊，保養到以後啊，真的呢，係冇哈，嘴巴好甜，它是由內而外，你60的嘛，忙吧，忙油吧，唔止，真的係，安用正經保養到以後呢，唔止啊，哦，超過60唄，看不出來哎，謝謝啦，新夢，真的，哦，那真的保養得很好，還是我們化妝師技術太好，對啦，化腐朽，化朽木 ，before and after，查清楚安用。那你下一次試着素顏來上節目，好吧？哦，可以啊，做唔得啦，做得啦。
做得咯，真的哦。你做的，你节目做唔得。对啊，不要增加我们后置的负担。发总一下后来。哎，一条歌那天桥。天桥，你客位按度强啊，强，我爱回六讲强。哦，强。对，谁是这起到看到强系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啊，对，觉得好开心哦。对，落水过系，你是为跳那淡米来看天堂就强嘛哈，就看到强，你都会许愿。哦，好，我是为许愿。天宫也可以许愿。什么愿？许愿啊，希望我60岁以后还能保持得非常的。希望该也不看人身体健康啊，健康是传台签嘛。对啊，对，平安健康真重要。对，健康更重要。对。咱今日上来分享，你客家言语。有客家言语啊，还有。关于个强嘅。真的吗？动强财动哈，冇水又冇风。强财动，就是。强在动，强在冇水又冇风，风调雨顺的意思。就是当天会好天气。如果那个彩虹在东边嘅话，对，强的东边就会冇风冇雨，就会有好天气。好天气。强财系是为水打壁，就会走台水。水打壁，水打壁，走台水，还会走台水。哎呦，这是真的。这是客家农人呀，一个看天气来做嘛个水嘛哈。像冻结时就嘛个冻结菜头摸皮唔是烧。哈，冻结菜妹买牛来卖屁，就是。冻结冬至啊，对，冬至，好像也是，比如说冬至那一天呐，如果是下雨的话，漏水的吧，过年就好天气，对，真的哦。冬至如果是好天气，过年就一定下雨，好奇特哦，这个天象真的是啊难以捉摸。一冲黑暗涌哦，黑毛。特别农人呐，就是按款家天气哈来耕种四季的节气啊，对，特别一准哦，反正我跟你讲，风雨过后啊。就会有天宫，就彩虹就出来了，对不对？你跳晒啊去啦，对啊，好了，好，谢谢，来，从色来唱，蛤蟆老师，信上红，好，秋玲姐哈，你参加很多比赛啊哈，应该发现你越来越稳了，唱歌的感情啦，不管冲过吉卡啦哈，还有那个现场的那个气氛掌握的都很好，但我感觉就是说。在你按多参加了比赛的舞台上面哦，可能就是说我一个小小的建议，不是在唱歌，没有叠冲过，是在哪里？在这个心态，站上那个舞台的心态。你们有蛮讲，我从你眼神里面可以很直觉的感觉到，就是说你想爱冲用力，想爱有展现，但是快要冲了，然后又收回来，快要冲又收回来。尤其在天宫，就跟我们刚才前面那个参赛者100偏给缝啊哈，其实那异曲同工之妙。那种国 Q 就是要你自己去大胆的诠释，去干告，让人家感觉有穿透力，或是能够你在投射频率的部分，能够让我可以感觉到你的眼神、肢体语言、动作、笑容。但我发现就大不可的原因就是自己感觉到会怕，万一太爆了，或是万一。破了，尤其是在高音的吉他提缝，我要给你建议，就是因为你那个高音哈压喉音特别重，因为够了，因为你那个抬太高了，那个颈子抬太高了，因为你会唱内收音在推韵的时候，你记得你下半练的时间哈，唱高音的时候，你只要做一个动作，你收下巴，你只要收下巴，然后呢，你那个脚要前后站，你那个收下巴前后站之后，你这个手往上拉。我跟你保证，你那个丹田力会多个3、4成，你这个手一定要往上去。因为要完够了，你要收下巴，然后手往上，你的丹田气就会往下压，声音往。对，像我们吉娜姐，吉娜姐那个罗哥那个就身体要再侧一点，声音对，就这样子。对。对，这个就对了，那不能穿台上。有机会再来分享，就是来感觉你就差在一个站上那舞台展现歌曲的一个叫做外放的自信度。你现在一直在考虑怎么面对观众、面对评审，然后忘记面对自己。那在每一首歌底包，你就变成外强中干。
就是一个歌手站在舞台上最大的杀伤力。而你一直维持到后面，你会掉下来，因为你现在已经很明显掉的趋势了。从上2集开始一路往下掉，那没冲过的问题是，我觉得所有参赛者都要面临到这个问题：抗压力，跟你站到那个舞台的自我认同度。 你还没有找到这个东西，那干不高就是我要特别讲，也分享给大家，2部分才会让你站到这个舞台上有更好的那个一个唱歌的表情，然后上那个舞台。那希望有一天你走给片没有，你走1年你就全部走下坡，轮到你啊，是吧？不止1年的吧？对啊，没有轮到你，还走1摆了。我唔敢错。 秋婷姐，我讲，重点就是我相信你的实力，有能力坐到那个位置上。真的，你唱的歌，莫讲60岁以上啦，那基本上我说在你那个声线就不比年轻人差了。自信拿出来，我相信哦，在未来几集，我希望看到你可以坐在那个位置上。这是我们评审最希望共同的一个想法。哎，好不好？加油！好，西边先生，对啊，回去把8字重新排一下。看一下方位，看一下方位，看那边有不用买的东西。好，来看一下这本书来。看一下顾秋婷这本书。哎呦。西边先生，永远的老二哲学，真的太厉害了。差不多。好了，谢谢。西木先生，西木秋婷，大老二，谢谢。好嘞，好了。沙雷利小二带来马给法。好嘞，谈过来。香水呀，情又情，不会在个水中秋来秋去。迄我用个呢节奏蓝调嗰种感觉嚟创 R&B 哦 ，R&B 嘅感觉，嚟创一条应该會不錯。R&B 啊嘛嘅。R&B 就会轻头的转移啊，不然罗哥示范一下。是的呢。算了，我怕时间拖太长。斜啪啪，人来就黑，将将给发，体内下有头发，一批一批黑马给发，马给发的都体内下，
手黑烟的客家话，客家话，嘿马嘅话，嘿马嘅话。哎呦，后堂。小雨花童，撒糖果。你会献两条狗呀？因为安永英啊，玉白干是被强迫，是不是？你怎么爱狗？你为什么不唱我的歌？哦，该学我们是，所以不要认识太多音乐人，就是这样。但是那种啊，你也上暗够，那么可爱，我觉得我驾驭不了啊。不会啊。然后后来很棒，我就想说啊，改变一下好了，不然就选民营吗？对。我还去问他，你为什么？你怎么写这首歌？故事是什么？对，来，故事是什么？为什么这个桐花？你刚刚有跟我讲了一个典故。对啊，影片两条狗哎啊，那时候我们跟小猪姐姐是互相利用的朋友。影片啊下狗词啊，我们给汉语词嘛，啊给下两条狗的时间也有很干的同一边，不说两条狗的边 Q 很干的。哦，给两条狗的搞太起讲音是同发哈，公的跟母的，你去跟他讲啊，奇怪。因为他说很多人不知道，他说我主持那么多年童话季。很多人其实不知道桐花分公跟母，真的我真的不知道。哦，对，刚跟我罗姓大哥他也不知道，让老师来告诉。桐花有分公母有啊，不然他怎么传宗接代？真的是一片一片的会是母的，然后一朵一朵的是公的，一缕条有葱嘛，一片一片，它就是开枝散叶就对了，是吧？摸送口那个，你够冲一半，你够冲一半，一批一批给黑妈妈。一蕊一蕊给爸爸。哦，你冲狗某冲某民音呢？它有很多的那个戏在里面。它那个太难了啦，我觉得它有它的味道啊。某啦，给神七啦，姐姐嘛。好，从头的唐先生公平来。欣赏。小颖你好，亚叔哥 Q 非常的适合你啊，真的好可爱哦！你第一句出来的时候，我就整个被你吸引过去。我觉得这首歌，你唱得非常非常的好。那真的要我给你建议的话，我觉得你那个马克发的都听来哈这个地方，你每一次这有2次嘛，对不对？然后唱完你有一个马克发为的黑那个，因为你第2句有一个哆。所以你前面就已经做好准备，那这一句就会比前一句好。你每一次的马给发，你的那个马给发哒哒哒，并没有每一个音都到达那个样子。为什么呢？因为你上了以后，你就一直维持，你没有一直去记得把它往上，所以说就会那几个音就会有一点不稳定。但是第2句，因为你要有一个有一个更高的音，所以你就准备好了，你那个马给就上去了。好，那我觉得这一首歌呢，整个就是第1次跟第2次都是这里的问题，好，就有一点点可惜。但是我觉得整首歌你真的是不错。另外有一个建议给你，就是那个最后有一句哈嘎发，你唱得很轻，可以唱得很轻，但是你还是要交代清楚。好，你不能，然后马给发，不知道你唱什么，马给发，你这个东西还是音跟那个气，你要把它做到，让我们能够知道你这个地方还是交代得很清楚，但是那么俏皮又这么柔，还带着气，很活泼。好，我觉得这个连续2次。第1遍跟第2遍歌这个地方都有这个问题，再调整一下更好。那我更期待的是间奏之后听你把个副歌，我有一点期待你那个马给发的，可以你再出来一点点都可以，我觉得会更好。然后最后一个守候他，我期待你把它送出来，你不要这首歌已经第2遍的副歌要结束了，可是你还是跟前面一样，那它的张力就没有了，这个比较可惜。好，那我会觉得，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听 CD 跟你在现场的感觉真的不太一样。CD 有时候可以做到，因为混音啊或什么，你可以听出某些东西，可是在现场就不行，你必须靠你自己去诠释，让歌的层次不一样。好，如果下一次这首歌，我建议第3，你间奏之后让自己再多一点，然后记得每一个哒哒哒，你唱第1个句要跟第2句是一样的感觉，你都要记得有那个哒，你那个嘛给才会上去。
然后让它有一点点画面不一样啊，我们就会感受得到。好，但是基本上给不你要是狗给，我觉得你唱得非常好，加油哦！好，好了，看分数，好，来，看一下李小怡的分数。好。 56分，厉害呢！腿有点软，谢谢老师们，谢谢老师们。不要软，不要软，你等下有机会可以坐上去，你不要软。对啊，你看子华今天那么帅，哎呀，OK，花童也可以啊。拜拜，这个他就中。你也不让我送客一下？哎，帅不一定啊，帅只是外表好看耶。好，没有，他是内外兼具的。内外兼具的，子华真的很厉害，很会唱。好了，沙下嚟嘅抄歌係咪？自罰。睇落天空都水。嚟彈個啦。 水哟阿妹呀，带电你马来到行水边，行水呀亲又亲，不会在个水中秋来秋去。天公那落水哟阿妹呀，带电你马来到。 水边，行水呀亲又亲，不会在个水中秋来秋去。天公那落水哟。 阿妹呀，带电你马来到行水边，行水呀亲又亲，不会在个水中秋来秋去。天公那落水哟，阿妹呀，带电你马来到行水边。 水呀，亲又亲，不会在个水中秋来秋去。行水呀，亲又亲，不会在个水中。 咚锵，没有舞龙舞狮进来，有公演的气氛呢。系冇？真天公落水，天公落水。咁扮演係唔線嘅條歌啊？冇啊，黐下線呢？黐下線呢哦。養狗蛋都帶喺那片來嘅啊！我好好奇哦。大把線的狗都係他，都是阿媽給他的。他中古流行嗰種狗誒。對，他傳統嘅東西。傳統嘅啦。對啊。我行傳統嘅路線。係啊，對，冇咁樣，公園嘅路線冇咁樣。從一而終呢，佢好多狗係咩戲啊？對啊，佢安尼行一條線夠冇，有一佢就行出嚟一片田啊。對啊，當然。佢就係王子啊。對啊。係啊，嗰種勇誒，係冇。就團語故事，唔知好從嘢團語嘅方式，係啊。哦，團語當然有分新台語。 舊台語、傳統台語，對啊。哎，你如果走新台語的部分，那你就好好往那邊方向。啊，你舊台語的，哎，也是現在還是有很多人喜歡聽這種傳統台語的東西啊。其實羅哥，你有一首歌跟江志峰合唱了，對不對？哪一條？叫《人生親像一條歌，做陣像咱的名聲，唔驚風，唔驚雨。 有你做伙拼輸贏，人生親像一條歌，做陣像咱的名聲。我敬你，
你敬我，因为有你，我唔惊。我每一次跟江志峰老师在唱这首歌，都在拼什么？拼后面谁比较长，气比较长。他每一次一直眼神求我说好的啦，好的啦，完了，这是摩根丹。哇，罗哥，哇，好好听哦！罗哥腿花很。但是你因为他有点运动伤害，有吗？对，有点不太舒服这样。对啊，哇，你差点害我那个伤口破掉。哎呦，好简单哎！不，这首歌他写得很好。对我很喜欢这首歌，真的很棒啊！很多一些单位有把这首歌拿去当他的一些团歌。哦，就大家一起合唱，很有做梦那种感觉。哎，对，很励志的一首歌曲。哦，有留到哈。刚刚那个录影，我们不会重唱一次哦。好，来，从谁来唱？赵比欣赏。哦，自發以後，我記得佢天拜來就舞台時間，我做看到嘅當中，我做冇讀到，佢比按久以來，我看到你啲咧就舞台當背行啊，有自家嘅風景，我知道當好，唱過腔樣當好聽。單槍講加龍羅拉哥一起唱嘅《數個 Q 的時間》，我覺得你也沒有輸很多哦，我覺得很棒哦。但是那是因為羅拉哥有受傷哦，但是羅拉哥給你加持。對，我先講一下，我家有談到講，你拖了《數個 Q》，其實因為你哋係。保衛嘅錯落嘅原因，當然你所有評審先生對你嘅標準係冇強用，對你會特別的嚴格，因為要錯了為真嘅當冇簡單，你要把少羽打下來也是很不簡單的一件事。咁比當 TP 項係講大會參賽者有一個共同點，譬如講100陣風也好，譬如講麥介法也好，譬如講天王落水也好，咁比拖歌曲動到都。唱腔樣嘅，特別係你，呢一種歌曲對我嚟講，我知道對你嚟講係當簡單，太簡單嘅。我都會當其他講，誒，你沒有哦，他說的會靠不一樣。有，唔過佢做咯，細節，但是他的細節，我講實在話，其實你冇做到檢查動作，因為呢首歌曲太熟悉嘅。古所講，呢首歌曲特實會唱，跟你唱一本拍曬有乜嘅無腔嘅感覺。雖然講羅大哥是很專業，他可以聽得出來。不過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可能會知道講，唔都唱腔樣啊。我知道因為得隻詞都腔樣，那樣版啲啲詞當背度做小細節，譬如講。在個水中秋來秋去，有冇？你答邊路唱秋來秋去，那其實做這種小小的細節的彩蛋的時候，你會本來首歌曲含咗無窮嘅東西，有你自己嘅個性。當然啦，因為音色當好，古所講有上時我會。你會期待，譬如講你聽五遍的時間，間奏比較長，你自己就要想講，我在間奏可以做什麼樣的設計？不管係表演、跳舞，也係講你樣版型啱也好，我知道對呢首歌曲，因為太多人唱嘅，而且本來評審欣賞有無強嘅感覺，還有我喺弄當到嘅電視機頭前嘅朋友係唱首就係講，我知道指法當好，唱傳統冇唔好哦。我啲嘢線呢，按你作按線呢衫，唱傳統有無強嘅面試。我唔講係本件，傳統人哋傳統都帶，傳統後面考慮有啲新嘅東西，有係你自發嘅東西。唔單係先嚟講嘅嗬，故所講，不管有啲嘅舞台結唱結叫，我希望接看到你無強嘅表現。唔單唱用我們天分唱歌，我相信有頭腦。想一下呢個歌曲，用把你唱，用把你弄樂吹欣賞嚟搭配。我知道我本人加行得多分，錯了會錯下叫，好冇？加油！好，謝謝。佢我用緊嘅節奏藍調嗰種感覺嚟唱 R&B 哦 ，R&B 嘅感覺，嚟唱一條應該唔不差。R&B 係乜嘅 ？R&B 就係輕柔的轉，不然羅哥示範一下。是可能。
怕时间拖太长。哦，真的差不多会示范了。对。那你要看本书啦，先唱给小姨哦，我都不会懂哦。不是。干嘛要自己 Q 一个？不是，我真的会怕破掉了，对。原谅，下次有机会我来唱一下给你们听。真的哦。真的。哦，太假记得了。好来，好，来看一下，看一下字法跟分数。张月表演都错。冇啦，一年几百个啦。一年几百啊？拿个班费就好呀。哦，班费。哦，伊表演有班费好拿呢。有啦。哦，多嘛。有。反正川啊，就编的班费啊，班费啊，以后他还是叫我打游戏啊。人家班费有20人咯。哇！很多。今日做了去参加人家班哦。一定好穿较夹。较夹的啊。来看一下，看一下字法跟分数。哇哦！哎呦！安永秋恭喜小姨。字法本来一道关。一关。哎呦，我们师傅都忙错手的啊！哎呦。我们用什么松松哈哈。对呀。嘿。我知道汉一白莫先按简单的歌嘿，还有挑战性呢。对评审老师来讲，我讲一条歌挺简单。哦，我就改编一下，可能改编。哦，从 R&B， 等他同给罗哥讨论一下 R&B 的部分。哎呀，恭喜小姨！一关，上等双人的避免炸过冰。来到传统职位，后一整八岁，目前的避免炸2关的来演题。哎呀，恭喜！哎呦，好长面对啊你哈。今日个三同嘅群，像的两组的感觉，有冇？唔会啊，这样是混搭。混搭，对，上面。还有上瘾就这样用。上面很高贵，下面很传统。哦，它上面很韩系，下不会懂客家。好了，希望佢今日喊做的猜出错综避免炸波比哈。好了，比赛之前的介绍人评审先生，欢迎汤永熙先生、李秋霞先生、恰奇贵先生、魏生琼先生。来，马上进行今日比赛哈。好，比赛来有请 TV 参赛朋友。TV 係主新聞帶來平板。來，等啦。
呦，真的很奋剂强啊！没有哦。也还表演的衫服吗？雅人平常是出门就会做安样。唔敢。你要卖对工作的。表演怎做？平常是唔敢做安尼做伊啦哦。表演怎个做？表演哦。表演之前要做定做伊。这个视察，模拟管道啊，模拟管道。其实这个很好看，只是说看完封边呐。雅人衫服很起家来做的吗？没有，买嘅，唔係要參加乜個團體啊？要講下啲人哋表演啊。歌謠版也係自家去創。歌謠版，從頭尾去創。你萬那表演啊？一張嘅表演都創。冇啦，一年幾擺嘅啦。係一年幾擺啊？拿個班費就好呀。哦，班費。哦，啲表演要班費好拿呢？有啦。哦，多冇？冇費喎。真係，如果本冇得搞就走啦。冇，我哋要請團結就冇本。哦，就會拿來做班費啊。哦，做班費，試東西啊，也係講。聚餐啊，也係講旅行啊。哦，你以後出去都冇感情以後呢？我們不會分那個。對。幾百塊位啦。哦。反正就串啊，編的班費啊，班費啊，以後大家就叫我打遊戲啊。你班費有20萬咯。哇！很多。今日早你去參加人嘅班冇？今日好唱得嘅。衝2條歌誒。差唔多。咩啦？好啦，衝出嚟，唐先生講。請高中先生。今日吼，也新訓設計創一條平板吼，以創來語文吼。各位家嘅顏色也一清一亮，顏色也一張啦，吼，不如講假是愛指導講佢今日也創一條平板，那度有較欠點嘅素材吼，做親密嘅名油田嘅油絲老甜絲，吼，你吃糖款啦，跟其他嘅吼全部都含酸做得啦。吼，較注意就係甜嘅甜韻、親密嘅甜韻，然後個油絲有多少嘅，唔係按順以外，其他幾下冇乜嘅問題，加油！哦，謝謝，冇乜嘅問題，分數應該不差，嚟看一下哦，來。看一下主新款嘅分數。好嚟。是很喜歡的，對啊，有安尼水準，加個聲音又亮又好聽，嘿，韻又好，係啊。沈夢先生，沈夢帥哥，沈夢喺度嘛？我要咩評審？自家會衝啊！係啊，好啦，直接，沈夢新歡子啊，也可以哈。對對對，冇錯。好啦，沙下落嚟，沙落去總款妹帶來神稿子。嚟，彈個啦。有好了。
麦子呀。哎呀，你好，你好，郑先生好。东乐田吼，冲过有欢喜啊，当然有青岛嘅发通青好讲法，讲到爽实实的。应该生意有些早哦。唔係，其實佢好動多。好動多，我啲啊。係啊，佢之前行啊難，佢別啊別啦。佢哋衝嘅又嚇好。本身咧上就會硬嘅，冇法度。對，上一些兩樣。對，有樣。從後上開始做啊？我上就是我沒講，人家上就會用。而家講係好講法咧。冇啦，冇啦。上就冇啦。從細開始做啊？你嘛係。反正一旦就上唔係清涼，但是而家躺起來真的有看過。有一款醫生有嘛個？以前有醫生訓練過。哦。青島年前去台大醫院醫生訓練過。哦，點樣會搞呢？佢講翻用，有風哎呀。哦，有風出來，有很哪一種嘅自然聯繫嚟用，係嘛？自然飲哦，因為可能講法嘅 VM 錯嘅話，人家嘅後兩條咩會輸送啊？係啊，哦，還有這種醫生訓練。有歲數多也有差啦，上面冇按好啦。哦，有啦，我見到見大。佢就是好創過冇法度啊。哦，跟住宿舍一樣嘛？唔是。就自己練，醫生訓練就好了。上癮就會好。跟住動音整練嘛？佢幾年前咧，按叫冇練咯。幾年前佢有練啦，也有係冇練嘅。係啊，有練應該有一張。冇衝按到啦，衝鐵道咪冇衝快啲。因為練幾遍嚟做冇練鐵道。哦，練鐵道反而冇。對，上癮會保養。對。好，安尼就衝得嚟，唐先生講邊，好嘞。會唔會只在那位當到？比賽場所都能夠看到你，安尼場下，常客。咩鎮壓歌唱比賽？好搞，唱歌真好啊！快樂，真快樂哈。你今日唱咧歌詞咧，當然恰落實下來都非常貼切同好。你做你講，跟阿鳳老師那講煙熏嗓唔好唱以前林雨金。哦，林太公，但是是份有味道啊。係啊，你今日唱咧，你韻腳做對，但是挺可惜的就你歡喜嘅素材冇注意，可能氣不夠，嚇唔辣椒。冇結辣嚇，冇辣。當到不過歡喜嘅素材，你溫就會讓用到你嘅分數哦。將要好糖嘅糖係會伊不足。歌詞配說，安尼三個講四季八節。你聽嘅是歌詞配說，你是歌詞，你就歡喜配說，我是假意接出來的啦。所以歌詞配說，是莫講的高音嘅素材，你都是會稀合唔吧？講嘅時間要咩數音唔吧？認真唱，然後心火上出來，心火有歡喜，然後就大聲後面上咧高音，就從下冇拉歌，所以你今日的幾首歌曲嚟，除了你嘅韻味做得真好以外，大家看你坐喺度嘅，都是有緊張哦，看到 TV 94分會緊張，因為唱歌緊張可以是會讓用後年嘅發音，跟住都會你會緊張啊，跟你會叫起來。叫起來時，你嗓就冇法度。你本身你嘅嗓就唔係講清歌嘅啊。當然你現在適合你嘅 key 做得，但是你就緊張落去，你嘅嗓就冇講能夠發揮出來，所以你就緊歡喜。你要素材可能就要注意下嚟嗬。繼續加油！好，先生。好，呢個分夾嘅分數哦，好嚟哦。重複每一個分數。好嚟嚇。分數有一點嘅明顯，就是一點。係啊，唔怕先坐定啦，係冇一聽啦，係啊，先坐定好嚟嚇，等下看下一位唱到樣板，咁冇下一位數咯，係哦，唔係啦，好嚟嚟，先坐嚟，可以下，謝謝，大姐嚇，好緊張嚇，會啊，都笑，有冇笑嗬？TV 嘅分數高嘅時間，會唔會有壓力啦？對啊。好啦，沙下嚟一邊。沙來係朱家傾帶來廬山歌。來彈佢啦。唐公吹了嘅時節發生很離譜嘅事情。第6禮拜嘅成日吹了，咁就唔該什麼？哦，對，重叫妹，結果現在做啊，錯誤落啦。
你家就错到下辈李新香该好啊。哦，行李箱这边，行李箱嘿，一个我就摸灌门啊，这个视察吹甲送夹哟吼，送夹个，个下面是。 个送夹就扁他了，掉在心里声音。哦，那你还有听到，还好嘞。听到对，还有听到嘞。我真的把脸不卡到。哎呀，那摸嘞。拜山歌，满山唢呐，俩哈了。 望後山，來巡蒼南，春神了。 家创新多难，有睇過？唔咩客家人嘅，唱到人哋真係厲害啦。嗯，係啊。哦，謝謝。 謝謝，真係謝謝。有特訓，對啊，有特訓。因為按愛客家人啊，而且帶記錄。要行過嘅衝一衝，要來衝傳。係啊，帶記錄，而且接下去活動，啊，前年在你身上搞。嘿，一種精神真係，佢真係佩服啊。可能係因為林采你身上嘅關係。哦，誰冇嘅關係？讓他有動力。哎呦，有可能，有可能。 有可能係啊！冇用啊，冇人家切咖夫，應該布卡夫圈學試就好咧嘛。冇研究啊！哦，冇研究。不用求油啊！不用。沒有錢嗎？哦，不多安言啊！對啊，新北市啊。你還有另外一半冇？乜嘅？另外一半。本陽。本陽，哦，有來啊。有來啊！哦，有。哦，本陽啲嘅坐定嚟哦。 太太愛好多人，唔係佢愛成，愛成人哦。啊，其他有險刺都出嚟啊。邊係嚇講唔真。哦，邊係講唔真。他講唔真，但是有險刺。所以厲害咧啊！有險刺哦，有險刺就做得好啊。哦，那朱太太有機會來比一下。來比賽一下哈。哎呦 ，OK 啊，好。 OK，佢講好。 OK 啊，好，那就等你啊。哎呦，哎，連銀子，我們認真的哦。反正就好玩啦，好玩。係啊，好搞嘛，好搞，好搞。歡迎太子幹嘛？每天我係客家嘅朋友啊。對呀，係啊。有興趣就做得來衝。各族群嘅朋友都做得來，對啊。歡迎，特別歡迎。好。來，衝出嚟啊！長提個欣賞來公平一下。好嘞，好嘞，祝大哥哈，實在真難得，好多人能夠講將人家客家嘅山歌唱到絲咬按章，韻做到按講哈，真係真難得。尤其啊，人家唱山歌東西，並唔係講藝係一個愛曲出嘅啊，族群嘅人吼，就唔曉唱人客家歌，有心去學嘅就當腳，尤其人家個祝大哥係。
可以对面都有学天之琴嘅條方面吼，佢就想講能夠聽那個音，較唔會走。 較唔會就也最準確嘅一個學法嗬，尤其咁樣而家做睇講而唱嘅老山歌，我一絲一音要同都注意他，咬嘅是確實要爭，咬嘅是要爭。啊，原來講當然冇辦法講一定要做到要當將，但是最基本嘅強加要做爭嚟，要做爭嚟，喺邊呢你就走一樣嘅方式去學其他嘅歌曲嘅一樣嘅。 嘅個框架一樣去唱，喺邊日歌就會越唱越好，嚇！尤其係講過，好多人很唱山歌，冇簡單，繼續加油。好，謝謝老師。其實你是師出名門，師公級的在那裡。係啊，蔡麗欣賞嘅師傅呢？對嘛哈？有啊，老師有講。對，你看到師公不跪下拜。我有敬禮，有敬禮。 好，來，看一下分數，來。看一下主家聽嘅分數。好。93分呢。係啊，恭喜。留下來冇問題。應該都會留下來嚇，恭喜，繼續加油啊！好，係啊，好，安尼好多年。係啱本樣再要準備一下。係啊。 本來叫帶佢的比賽，我是等比賽以後好 ，OK， 按這些，好，合作休息哈。好來，沙來，陳里面帶來平板。來，彈過啦。 有感覺而家創業有個知識哦。有啊。見來見有嘅台風，也有辦誒。來啊，創久咧啊。經驗豐富誒。係啊，厲害啊！係啊。唐公出去撩嘅時節發生很離譜的事情。對，以前年輕的。要可能係吃哦。離譜嘅時節哈，比較粗心啦。多粗心。我們小孩以前只要拜六禮拜會成日吹料嘛，禮拜就去該瀑布港聊啊，轉來家就應該什麼？哦，就全部叫摸嘅，結果現在做啊，錯誤落啦，結果去嘅時節錯咯。咩？就你要繼續錯到係為李先生解學啊？哦，李先生嗰邊係，李先生係啊。哦，因為錯誤落嚟。五四茶你有冇買他抬頭嘅茶？不用坐副駕駛。係啊，後面三歲，還要繼續錯到最後邊個李先生。係會錯事嘅，係要嗱會唔嘅摸嘅。係會錯計啊？哦，個青色喺度。T C 嘅。T C 嘅。哦，佢點樣講我嘅？最小的媽媽抱着。哦，這個媽媽抱着。這個時間很重要。這個我做摸關門啊，
这个视察吹甲送夹有吼，送夹个，个下面是个送夹就变下来。无管哦，我迄杯无管到迄杯甲李先生。啊，你送伊，人某会叫人怎发现的？掉下去有声音，那你还有听到，还好嘞。听到人还有听到嘞，冇做到把脸不卡拢。那后面用先背式的嘛，钳下冇钳下啦，没有盖下去。啊，其實溜就跌下嘢，上架。佢後尾要查落冇？冇，我嘅後面冇記得就40枚了。哎呦，怎么样出现了哈？哦，那你蛮粗心的。咩家家有糖果啊，就有你还忙送查就死。哦，对，有上次一个高速公路嘅休息站啊，他讲送茶了就走嘞，有啥？就留的偏手给偏。我小时候还真的有一次，我是就是好像那种人家绑架有没有？坐在嗨呀后车厢了，打开然后塞在里面的，又坐不下。哦，坐唔下。坐唔下。应该咩是油膏呢？嘿，你认识啦？嘿啊，唔过系跟同涯嘅朋友家不卡吹聊，就跟那些烤肉一起带红。哦，真的。我怕的是什么？我怕的是因为那个在后车厢嘛，后车厢万一是被撞到以后，因为我们那是最危险的地方嘛，对呀，所以不是怕说按或者什么，是怕被撞到。对啊，最好是后面那个车厢不要坐在那。懂也，谁会去没事去坐那？没有，我们开旅行社也有这种情形。哦，旅行社，会不会有点不一样？因为那个地方比较哈饭啦。那个唔比较自信点点啊。会不会做唔得错？睇起个。会不会做得错？但是。你下个违法人做唔得咯。还有门都关好了，做位啊。你下么做唔得咧？你下要问警察做好吗？好啦，冲出来，抢回紧张的公平一下。那位燃始发电的老板秦先生哈，心里面是这样，今日从了平板哈，我也偏于好多思维嗰種哈，我感覺講呢三個日內日圍長技巧各方面全部加當好咧，進步當多。今日從了一個呢，不過我哋從來講係講我哋三個人為嘅初心各方面咯，你古代強弱。台式上，了到呢，全部做到當好啊，進步動態。其他冇乜嘅，我記得我個人嘅意見是講，你第一季最後為秀美相對連介只專業嘅時候，多少唔係講非常嘅完美，非常嘅順。嗰啲大概小小嘅為所以講咧，加強轉到當人當優人嘅時候。你三個喺度好，加油啊！好，遠中啊，好嘅話，係啊，好，加油，係啊，來看一下人嘅分數啦。看一下陳裡面嘅分數。好。總結啊，你聊下都冇問題啊，係啊，八年之講啊，OK，好，再邊啦，好嘞，撒好了，撒落去來煙亭帶落三個字。看看啦。
是啊，妹耶，中安翻译，玩就笑一下。哦，就欢喜的，欢喜的，压力解除是吧？系啊，系啊，冇嘛压力啦，你唱得以后啊，又稳稳。你唔要讲喺度老人家嘅，唔係，前邊，誒，嘅專業嘅啊，專業，嘅要我愛現呢，對，係咪做戲係冇？即出去表演，係啊，前一陣嘅係媳婦，係啊，媳婦鄉，西湖鄉，哦，不是西湖度假村，哦，喺嗰邊表演嗎？係啊，喺西湖度假村，喺西湖鄉的隔壁。附近度假村的隔壁，系啊，哦，給夫君表演，去做評審，哦，做評審，做評審，你什麼嘅西湖村啊，係嘛？西湖村係啊，西湖村啊，誒，做西湖度假村嘅啦，嘅附近很優秀，何一峰老師有唱愛戲，來演。哦，伊愛演呢。哦，漂亮女生她一定要的。誒，唔好用講，專業又漂亮，好不好？專業又強。哦，係，特別加分。哦，特別加分。哦，伊喺邊，愛演呢，要做評審。哦，做評審。好高嗎？你第一擺做評審嗎？係啊。真的哦。好高，因為主要一參嘅嘛。一參嘅。哎呀，一參嘅。係啊。前一層嘅就抽嚟吼。現場比賽你有冇賭嘛？賭啊，十幾場。十個啥？十個啥？十個啥？啊，又冇算多吧？唔過你第一擺做評審嘅經驗吼。係啊，經驗都好，因為太高就不像這邊呐，就是會唱得很厲害。嘿，這邊就是他們唱開心充分氣嘅，他就彈就很舒服啊。哦，所以你係評分。同樂就抽嚟啦，係嘛？呢邊同樂啊樣。所以佢做評審咩做翻譯嘅就。經驗啊，經驗嘅累積啦，係嘛？哦，認真啊。係啊，認真堂啊，做評審當然要認真啊，係嘛？沒有本地建議啊，本地給了比賽嘅太過太急嘛。一回生二回熟，哎，下一次就更多機會可以參加。係啊，你繼續用保持下去，拿到冠軍，蠻耐拿冠軍。不要變胖。啊，變胖也沒關係，胖怎麼了？胖也是有它片天，好嗎？對，這是真的。對啊，你還是才把實力上嘅充點。好，嘿。對啊。變胖扣1點分而已。放眼歌壇，要買新衣服。你看放眼歌壇，哪有他這種身材的？沒有。有阿嬤說你變瘦了，很多。你阿嬤沒看錯，哈。阿嬤牙不爬天是一真蟲，好嘞，從這來唱高中欣賞的公平哈。燕婷基本唱呀《三國志》基本上算好啦，吼，好，呢家嘅聲音啦，吼，各個音樂嘅處理各方面，吼。冇乜好鹹嘅素材，不過你個牛師來講吼，頂到3講嘅隻3師，加唱冇講嘅哦，愛3，係唔唱到3，哦，係啊，有時咧較甜點嘅素材，各位。都簽一本無人彈嘅人嘅專業，然後彈喺上面唔拉，彈喺上面唔到拉，又係缺點，加油！好，是雞蛋你挑選嘅，對，同意下。咩好想人講真係啲客家話嗰種係啊，牛絲揾冇人爭啊，係多講。嘿，多講多衝多練，係冇？你要先搶人哋嘅親狗粉、新粉記嚟到新粉記，對。哦，就是新粉，新粉記。還是有口岸叫哈，係啊，我坐到面都出嚟。唔會啦，嘿。好，而家看有機會坐上邊面就係報名嘛。嘿，嚇？冇可能。冇可能。對這個冇信心。一難講啊，唔係衝到以後啊，係冇？好，嚟看一下，來。好，看一下賴燕婷嘅分數。如果那天，如果有那一天，你能不能夠讓我念幾回？這個是我的之後我的專輯的封面。封面那會印字吧？我覺得應該要印字。今天我們主持人在這邊，我真的好想幫你落款，但你先介紹一下。如果有這個榮幸幫你落款一下的話，叫穿着西裝上太空，上下工，不好意思，我講錯，上下工。上班下班，你的專輯名字。上班下班，上下工。對，我剛剛突然想，你剛剛突然去了外太空，是不是？去外太空。
好，来看一下，来。好，看一下赖燕婷的分数。哇哦，95.5分，安永就继续卫冕了哈，恭喜燕婷。卫冕在后面。连续3礼拜，向等上卫冕在后面。 老年音乐会，哇！今日安尼音乐会当中啊，来到一位呢指南吼，特别婀娜的一位后生嘅音乐人。哦，佢係偶像呢。偶像啊！真的，佢係主唱制作人，编曲混音全部都會哦，還有呢位金曲獎、金音獎，重點係上到非常嘅演導，完全是我的菜，黑毛。那罐子怎麼辦？ 罐子就是主菜哦，主菜啊，它是 side dish， 它是备胎主炒嘅哦，它配菜，配菜。好啦，現在好好談佢唱歌嘅啦哈，等下好好這樣訪問佢啊，歡迎一位阿蘭。 只有小河，小河也花朵，小河里的白儿，我唱情歌，唱情歌，秋去冬来，春风吹又生，我天真的以为一切交给时间就能忘却红尘，忘却家人，可我却忘了。 哥哥爹爹年年念着谁耶？日日夜夜星星念着谁耶？无尽散落的夜，唯独你飘落在面前。时间一点一滴的毁灭，你的身影依旧在我心里面，而我试图拼凑那些记忆里零碎的轻狂少年。我受不了岁月无情转变，不可错过你的任何细节，任何淡点，任何争辩，任何有你的瞬间。 星星念着谁耶？无尽散落的夜，唯独你飘落在我的面前。如果那天，如果有那一天，你能不能够让我念几回？ 爱是打不开的结，还是逃不开的结，无解，无解。以前有小河红山坡，山坡有花朵红似火，小河里白儿戏雨波，唱情歌儿唱情歌。 门前有小河，后面有山坡，山坡野花朵，野花红似火，小河里的白儿戏绿波呀。我唱情歌，如果那天，如果有那一天，你能不能够让我念几回？爱是打不开的结。 还是逃不开的结，无解。哇哦！哇，哇，你好，
阿兰，哥，哎，叫我哥，叫吉娜，哦，吉娜，哦，不是叫，我怎么没有姐？没有，你上次说不要叫姐。哦，真的吗？对，你说应该有共吗？你们是比较同辈啊。对，算对啊，我觉得我是粉丝啊。哦，粉丝。没有，他就高高在上了。没有，我觉得要讲女生的话，可能要我。哦，就是都要叫，哦，就是有平辈的感觉，就是面对真的老的人，不要说他老，这样，对，是这样。我都会叫我都会叫，直接叫你怎么称呼这样子。哦，年轻人都是这样，比较没大没小。没有，我也挺不会啦，我要替他洗白，他不会，他非常有礼貌。我比较对。刚刚在化妆间的时候，吉娜真的是非常推崇你，一直在那边讲哇，谢谢，多棒，多帅啊，多帅。你还真的呀？我这人只说真话。真的，真的哦，他对好的音乐人真的是非常推崇，尤其人家节目好又帅的我更推崇，更推崇，对啊，哦，对，尤其我们这节目，你看这个音乐会这个单元，他常常会推荐一些很棒的音乐人，对，没错，欢迎来，欢迎阿兰来，对，也欢迎你嘛，欢迎来，欢迎，也感谢愿意上来啊，就写节目的。感谢你愿意上我们这个客台的至高无上的节目。没啦，我们也算是客台蛮有指标性的音乐性节目。有，没错，算是歌唱音乐性节目了。是的。这个可以拿，我可以帮你拿，没有。因为你也要自己介绍一下，你要请你的新专辑，对，发行新专辑。包括的介绍版的观众朋友啊，好，你介绍一下你自己的新专辑。有吗？有看到吗？有。对啊，你这是怎么？你这专辑没有名称，它是隐形的吗？还是要泼水它才会有字？哎，我也不晓得，因为我也是刚拿到。你刚拿到就拿来用了，连字都没印。这么神奇？我以为会有啦。哦，你以为会有？对，我以为会有，就是你没有校稿就对了。没有。哦 ，OK， 这就是很阿兰 style。所以这刚刚公司拿给你就长这样。这个是我的这么简单。之后我的专辑的封面。封面那会印字吧？我觉得应该要印。今天我们主持人在这边，我真的好想帮你落款哦，但你先介绍一下。如果有这个荣幸帮你落款一下的话，叫穿着西装上太空啊，上下工，不好意思，我讲错，上下工，上班下班。你的专辑名字。上班下班上下工。对，我刚刚突然想，你刚刚突然去了外太空是不是？去外太空，你会不会想要穿着西装？对，不行。然后它是我的全新的专辑，然后已经发行了。是。那你们可以在各个平台上面都可以听得到我的这一张专辑。2024年的时候，12月30号发行是吗？31号，因为12月打的。这聪明就是为了要因应这个金曲奖。哦，懂演的呀。跟每一年都有啊，他也是刚好，他是为了因应要那个啦，核销。不要讲。对啦，核销。哦，唱片公司要核销的。对，他有时间上压力。哦 ，OK。那这专辑的内容物，他穿着西装上下工。对，因为我之前。还没做歌手之前嘛，我就是一直对可能音乐人会有一些想象，就是说啊，这个职业是不是他很酷、很梦幻这样子？那实际去做，因为我帮你拿好了。谢大家，就是我为什么会说穿西装？我就应该说概念上穿西装有点像是我们要上班的时候上下班那种感觉。那我觉得做音乐这件事情好像完全跟大家没有什么差别，就是一样要被时程压力跟那些。客户或什么，你要跟那个，对他需要被时间抓这样子。做音乐不是比较自由吗？没有，我是做幕后的，就是对啊，也是比较自由自在。没有，这要看，对，要看。因为有的那个幕后，他的工作量大，找他的人多。哇，有的人就很闲，像我们。不会啊，没有。他们就是很忙的，所以他会有上班会时辰，所以他说时辰不是时间。很抢手的，懂抢数的。没有，也不是这样子，就是书都繁养啊。可能某个时段会特别忙。嘿。对。然后就是有旺季跟淡季的时候。那个高峰期离峰期。对，旺季淡季。那这样有哪一些这个大咖找过你写过歌？大咖找过我写过。其实合作的音乐对象应该很多啦，不能分大小咖。其实音乐的世界平等，写歌都有，然后可能都有啦。搭饼什么的，编曲什么都有。编曲、青豆跟某一听，他可能是会编部分
不一定是整首，也会有场时间会是 featuring 各种方式来制作。对。哦，他刚刚又去太空了一下。又去太空。但是你这专辑作者好像不是整张一起发行，是单曲这样发。他是去年的时候，先一首一首发。哦，他是现在最近比较流行的方式，累积了几首了。这张专辑总共收了8首歌，哎呦，那就可以成一张了。对，已经对，所以已经发了。对，就整张已经有8首歌了。对，哇，成一张连他都全部某发行给实体的专辑啊，就是现在都没有发行实体专辑，就是发行那种串流平台上可以直接收听。但是你如果要去参与这个金曲奖的奖项，金曲奖的装帧奖的话，或装帧奖，或者说你真的要去参与什么那个。最佳男歌手奖或者什么一些大奖的话，那势必要成张专辑才有机会啊。其实像欧美啊、日啊，他们都是单曲，然后最后会变成一张专辑啊。哦，对，没错。你不是这样吗？对，是哈。他没有在处理行政的事情，因为后端有人在处理。不过他这个造型真的跟以往对你的印象完全是某空用哈，天差地别。你有看过几吗？罗哥有看过吗？阿兰，这个，你刚刚跟我推荐的时候，我还特别去找了网络上的一些资料来看。对，然后之前有吗？罗哥去找了我们结缘的影片，就在我面前放。你那时候好帅哦，跟那个周汤豪一样，哇靠！不敢当，没有，其实那个时候比较 hip hop 吧。对啊，就是比较，因为杀气腾腾的感觉。对，比较年轻气盛。他现在要变成抒情歌王子，R&B 的那首歌跟他以往的那种感觉完全是不太一样。他的风格很多变，你还 Q 冯清斗啦。喜欢做各式各样的尝试，喜欢音乐，对，喜欢音乐。所以那个时候你跟他一起，他去 PK 的时候，《森林之王》是当天你的心情感受会一样吧？很可怕，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会吓死啊！我认真，你认真哦，因为你要我帮你讲吗？其实那天为什么我可以很放松？黑影 V 哈，给在比赛底波度哈，比到黑波赢全部都太厉害了，就是他们比到后面的人都已经非常厉害了。而且你那天也不是参赛者啊，所以你当然会比较轻松。我就是领个通告费的通告艺人。对，大家可以去网络上找一下《森林之王》，他们那一次2个 PK 的那个，哇，真的是非常的精彩，一神七啦，精彩，这个精彩。那他舞台当红嘛，因为我们要等评审老师给分嘛，所以他就有一段的空档时间，我就在舞台上面要找阿兰聊，因为我们就站在旁边嘛，那也没事做啊。那我毕竟又遇到偶像了，我就说，嘿，你们以前的音乐我很喜欢，我很喜欢什么什么什么，巴拉巴拉。所以在《森林之王》比赛之前你就认识他，就知道他这个人。给清风啊，给在清久以前，很久以前，应该2010几年 Space Cake 那个时候。我以前有玩一个乐团，然后他的，我觉得曲风就是吉娜会喜欢的那种，对，就是比较 old school 的那种，对，真的也不是啊，就是比较 funk 的那种嘛，对，比较 funk，就是吉娜很喜欢，所以她有特别跟我说，有关注到你，对，然后他们后来这团就就不见了这样，对，然后再出来就变成另外一个乐团，不见是大家去毕业以后，然后散开，还是去当兵还是什么？对，它是一个转捩点对，然后后来又再组了一个乐团。对，然后又没了这样子，叫 Sugar Kate， 对，糖猫，对，糖猫，对，也是一个做 R&B 的乐团，对，入围金曲金音都入围啊，那时候就是如日中天的声势，然后又就不见了，对，为什么？就你是没办法跟团体一起生活的，没某一天给他问题啊。其实还好就是我觉得大家都有各自的打算就是因为每个人就是有4个嘛，然后4个人都有各自的规划，那其实要维系一个团的时间上面啊，工作，因为大家其实都有各自的工作，真的，你说像很多乐团可以这样长长久久，对，屹立不摇，真不容易，都很厉害，2个人而已，所以真的我们是整个乐团，好不好？对啊，这个不容易，不容易。鼓手冇简单，你还有时候的听到阿兰的新的专辑，今天总算把他邀到我们，真的感谢。而且为了邀阿兰来，我真的强力推荐我就是觉得2位，我还有另外一个偶像在客家节，南河 EV， 每爱清气氛给创作故事，公德，哎呦，我也是非常的喜欢，所以我说我主持这个节目我很幸福，你知道吗？对啊，我就可以听到，因为我算老派的歌手。
不用这样说。你是出道早又红的久，然后又老派，对啊，那我可以接触到很多新的音乐，我就觉得很开心啊，对，很棒啊，糖豆后迎风啊，迎风你这就是音乐人。没有，所以我一直在外面就跟大家讲，其实客家的音乐，包含现在年轻人的音乐，真的是比我们以前厉害太多了。轻有想法啦，没够某 Q 用。像罗哥，你就是把歌唱好就好，你后面有很庞大的制作团队啊。也没有很庞大了，要花钱才有庞大。对啊，还有100桌的请，跟阿兰来。哎呦，阿兰，我靠，帮你就是量身制作一下。这个耳顺之年跟这种而立之年，如果结合的话，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哦。我觉得可以期待，我自己非常期待。对，如果说有幸的话，罗哥跟你要歌是可以的，完全没问题，那是我的荣幸，对。但他今天来到客家电视台，来到客家电视台就会冲客家歌的嘛。所以刚刚你讲到强的，我推荐功德啊，因为我觉得他们在就是比较新一代的音乐创作上，他们的思想，然后还有创作的那种风味上面，我觉得。若干雷同，若干 match， 这样是那种感觉，所以我想说，一直很想说有机会可不可以牵线他们认识，机会来了，哎呦，就在今天，对啊，把握今天，请到强的，对，你要跟他合作一首歌，对不对？对，我要跟他合作他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哎呦，对，叫什么歌？客家歌吗？客家歌呀，最好的你。最好的你的英文的客语这样怎么说呢？我想了解。今后给你，今后给你，今后给你，今后给你。对，所以你 OK 吗？客家歌当然是没问题啊，我练过很多次。真的没问题，完全没问题。先了唱那条歌呀，阿兰同强的强下来唱那条歌曲，来。天不易，天黑暗后，何不现在说走就走？一道伞当别拉钩，一晒一晒一条。给在模拟的夜飞走，没有搜寻也不需要反省，用手提醒你闭上眼睛，大口呼吸。不用看松，享受生活。有多久没有慢下来，用心的去感受？马开散发黑英雄，爱给着洒洒洒洒洒洒洒，莫浪费时间。不是天才一片英勇夜光，做今后跟起干了 best of you。当过的空气较好，下杯的小你较多。还记得头白天时有讲过，今天不补习，上山不上梯。不用看松，享受生活。有多久没有慢下来，用心的去感受？莫该释放黑英雄，爱给就洒洒洒洒洒洒洒，莫浪费时间，莫浪费时间。不是太差一片英勇的款，做今后的期待 the best of you。用轻松享受生活，有多久没有慢下来，用心的去感受？莫该释放黑英雄，爱给着洒洒洒洒洒洒洒，莫浪费时间。不是太差一片英勇的款，做今后的期待 the best of you。
就啦啦啦，莫打手，莫打手，你就啦啦啦，巴拉巴巴巴。你就啦啦啦，你就啦啦啦，莫打手。你就啦啦啦，你就啦啦啦，真的厉害厉害！我现在只看得到粉红色，色毛已经爱上他们了，知道吗？太后堂了吧？是不是他们是天作之合的合作？真的真的，哇，你真的很会搭配啊！你现在竟然可以把功德请来，然后跟他一起这样搭。功德有钱就可以来啊！但是我相信，如果不用钱跟阿兰合作，他也愿意来。是，一定，对，一天黑的啦。所以两位之前是有认识吗？有特别是酿油啊。酿油听听啊，就有去先从就网交而已的，堂哥给个IG 那种，对 ，IG 互相追踪这种，哦，然后可能会按个赞这样的这些，对，有一看过给表演啊，有看过给表演，有去看过他表演，对他那一场刚刚好，他跟朋友一起，也就有去第一次见面，对，跟刘子就你就知道功德了，就有见过面，但也没有多台上台下的关系这样子，对，那时候你知道他是个音乐人吗？我知道啊。就是我知道，因为有共同好友，其实蛮多的。那时候你是留长发吗？还是平头？我不知道你那个时候没有这么长。哦，差不多就是长头发，对。哦，冲毛菜的。功德也越来越帅了。对啊，他现在越来越有造型，红了嘛。想要也留个这种长发，很帅啊！觉得可以试看啊。懒得剪。冇可能这个路就冇条那冇诶，更加留一下。比较有他会抽型啊，他这样比较容易造型又有型。抽型嘅空间较大啦。对，我觉得这样蛮好看的，真的很好看。第一次合作的感觉。对，讲一下。功德先来。黑扎懂笑给你的，非常笑，就是笑。常常去太空的人。对，但是就是懂真给那功法，就是如果只用文字或打字的时候，可能唔滴都在写熊嘛该。哦。对，但是他的字都很简短，嘿，就是都很简洁有力，就回复说 OK， 什么样他就说赞。对之类的，就觉得很舒服。没有，他都是很有力的赞。对，我的小孩有时候传给他们回函就是这样。那还不错啊。他没有在你的句子下面给你按个哈，那你们就亲油好了，这样很孝顺。对啊，就去情节的时间就因为係器材去大家提防就會懂救，因為很多前輩是較嚴嘅提防。但係去情節就是有像像他上的那一片練習嘅時間，也就不管梯子，他給我地址，然後發現哦6分鐘。你喺工作室哦？工作室。暗群哦，对，超级近，就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开心，就是哇，超级近就到了这样。哇，那就近2个音乐人。哎，现在认识了就可以常常交流，对，因为碰撞出很多很棒的火花。对啊，功德也是我们哈嘎新生团，就是我们客家新生代非常厉害的团队。是我特别推崇，哎，真的可以结合一下。未来就会越来越熟，欢迎加入客家圈。要学一下，要练一下那个，对，怕讲错很。汉语哈，客语是不是很难？呢？以后懂讲吗？对，他就说有一点韩语的感觉，他就说念起来有韩语的感觉。有人说过这个客语跟韩语蛮像。对，有一些字发音很会有点像。哦，真的吗？例如呢？像韩语的部分。就是什么莫浪费时间，那种很像。莫浪费时间。不知道可能，也许是我没讲好，之类，他听起来会那样子。他刚讲的句是什么？别浪费时间。莫浪费时间。别浪费时间那样。不是，现在年轻人反正唱歌不标准，才是正确的。对，他们咬字应该是说讲话更有旋律的感觉。
黑毛黑两种感冒。对对对，所以那时候教他的时候，应该还算很好教了哈。用动到其他的方式，就是比较讲就是有一些中文的，给在蒙眼就先写一个 gay， 然后砸东西的砸，然后就 mo， 就是一个一个用一些本来就敌斗给东西搞。所以就是跟一般人学语言一样的方式，我没有特别用音乐人。对，比较快速，很酷，然后就马上就确认完，他说OK 吗 ？OK， 他就说很棒。调啊个两句就会那个你讲的，你教他的方式，来阿兰念一下。哪一段？就是上面啊，前面大字报没看到吗？给就杀嘛。这个很好学。他有跟我说杀是语助词，就是慢慢的很快一点的意思，快一点。然后要更快的话，就是要一直念。杀，越最快就是一直念这样子。你知道其实他在开你玩笑吗？啊，真的吗？没有，就是他就会连续的讲，就是催促你的时候，对，他可能会说杀，对，就是真的会有，也是没错啦。我觉得很棒啦，其实多学一个语言的歌曲，以后有机会的话，或者某种场合，它是可以展现的，可以就可以合作起来。人家会说，哎呦，原来你也会唱客家歌，哎呦，对啊，会让大家惊艳，不同族群的朋友的接纳度会更高。黑某，好，刚刚前面你这个海报哈。我们要为你落款。好，这个那个吉娜说，她觉得太空虚了，就单一张这个相片，觉得少了什么东西。她要签名是吗？你讲意思讲给落款一下。可是要落款的刹那间，我突然紧张了，我怕他毁了。她字很漂亮，你是？但是我的是真的漂亮，我不是艺术字。哎呦，真的漂亮，真的。哇，来，我当桌垫好不好？穿着西装上太空是不是？上太空上下空。穿着西装上下工，有吗？你有放在上面吗？没有。我先穷两片。是真的好看，是真的。你写？因为我在开玩笑吗？你写什么字？我来猜一下。穿着西装上下椅。写好了。我需要落名字吗？吉娜专辑是？谢谢。很不会做对吧？感谢祝福。西装上下椅。上下椅。真的上下椅啊！对，上下椅。这是艺术的部分。这个。安志 C， 谢谢阿兰让我在他的这个宣传版上落款。对，谢谢。圆了我粉丝的梦。这种宣传版哈，其实等下下的节目以后就丢。没呢，也会带点用呢，也还比起改呢。还要用，最近还要用到。那你没有落款你的名字？没有啊，这样人家会以为是我的。对，没关系啊，没关系。真的又没关系了。我知道可以签后面，就是每一个罗哥也可以签，大家都签。熊建模都在下的黑我觉得大家可以签，好像也不错。做的，他家多多支持阿兰的新的转型。谢谢。OK，穿着西装上下工。上下工。这个两个这么棒的音乐，如果有朝一日能够结合，然后创造出一个好的音乐。等功德的新专辑来邀请阿兰。对，我希望这个。大家拭目以待了哈！好，今日也非常欢喜，有唱到两位的在你节目当中，多谢两位，谢谢两位，谢谢。大家好唱歌，大家的报名了哈！大家打电话来696676676等台下打电话。今日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什么大家？多谢两位，什么阿兰？西装你穿着西装上下工，什么兄弟？你看你还请专心哦。什么小天老师啊，游泳圈请上，4C辛苦嘞！什么原创的工作人员辛苦嘞，4C。好，下礼拜嘛唔记得咯，一定要准时收看呢。老年大擂台，老年强。